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OK。
进，促进，肃静，应当肃静。阿门。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吹号角。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今天是大灾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感谢这位的天父，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说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让我们再次思想纪念你为了救赎我们，甘心愿意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你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洗净。愿你的爱触摸我们，使我们愿意改变，真心悔改。且你的复活也带来了救恩的盼望跟确据。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帮助。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也愿你与我们，你的灵与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过属灵的生活，也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67首，我们来唱全首67首。有
圣经原差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岂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声，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声，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第3节。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天空的崇拜祭奉，你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声，赞美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弟兄姐妹，请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地俄别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阿门。荣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91篇1到2节，9节到16节，由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91篇第1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我要轮到耶和华说，他是我避难所，是我的山宅，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们一起来。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在。现在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早上，众弟兄姐妹聚集在圣殿中，歌颂赞美你是何等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的差会、我们的国家肢体，要向你祷告，求主你纪念，求你纪念东欧国家乌克兰这个国家，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主要特别是现在他们正在战乱中，也因打仗死伤惨重，求主怜悯，让战争种子和平降在他们身上。主啊，我们为这一切祷告。我们也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中郊区太平幸福卫理堂献上祷告，为邱辉杰牧师，愿主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人悔改信主，也使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所以我们也为着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跟政策，整个国家的人民因此蒙福。主啊，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还有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也为着我们第一线的防疫工作，还有医疗人员以及军警人员的身心健康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的工作顺利。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今天赵鼎弟兄要为我们读《申命记》还有《罗马书》。今课第一处在《申命记》26章1到11节，旧约197页。《申命记》26章1到11节，旧约197页。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上帝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下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上帝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上帝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聚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机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的给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经课第二处在罗马书10章8节到13节，新约173页。罗马书10章8节到13节，新约173页。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赵定弟兄。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在教会的圣经66页，有时会来读这段。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5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献诗，这边要献的诗是：谁知我知谁掌管明天。
正道。我们请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抢救信仰40天。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特别现在已经天气渐渐变热了，春天也即将要来到，愿上帝祝福我们。当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越来越欢喜快乐，因为白天越来越长了，温度渐渐的上升，我们即将要脱离那个阴冷的这个时候。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在这个时期是最接近要过复活节的时候，在下个月4月17号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复活节也是正式春天来到的时候，所以也表示我们就脱离了这个阴冷的这样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让我们的光明越来越多，然后黑暗越来越少，让我们里面的光能够一直持续的照亮，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光有温暖在我们的当中。那当然，各位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提到40天？因为我们从上个礼拜3开始圣灰日，一直到我们的复活节，中间有40天的时间。这个40天我们叫做大斋期。那大斋期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难道我们教会或者是基督教也要吃斋吗？吃素吗？其实不是啊，要跟大家做一点说明。所谓的大斋期，就是让我们去体验跟体会耶稣受试探的40天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经验，然后也同时磨练我们的心智。所以通常一般教会在过大斋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身体状况可以，但是不要勉强啊。我刚刚说了，身体状况可以的话，尽量我们可以在一天能够有1次的禁食的祷告，或者是有人可以持续40天，当然也无妨。如果你身体上可以的话，那40天的禁食祷告有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去体会在贫穷跟饥饿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心智的一个磨练。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很多，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拥有的非常丰富，但是我们需要去体会跟体验到那些叫做困苦跟穷乏的人的需要。所以40天的一个大斋期是让我们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时刻。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大学或者是在国高中生的时候，可能有人经历过有一个团体他们常常会推动一个叫做这个饥饿30的运动这个饥饿30是世界展望会他们一再的常常在推动这个，它其实就是透过30个小时的禁食，然后去将今天这一天当中你所需用的这些的这个买食物的或者吃饭的钱能够存下来，然后去奉献或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志愿意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个捐款叫做仁爱捐款。那这个仁爱捐款就是让我们在40天的当中，如果你有禁食祷告，那么请你能够把这个存下来的这个吃饭的钱能够成为一个爱心的奉献，对于社会关怀，或是对于社会上的弱势，或者是能够帮助教会，让教会能够关心到一些弱势群体的需要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来奉献。所以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仁爱捐款，让我们可以发挥爱心，透过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是做难的，如果可以，我们就这样的去执行跟谨守。对卫理公会的会友来说，其实我们的会主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安排，就是如果可以在1个礼拜里面我们的卫理公会的会友应该可以禁食2餐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在这个1个礼拜的里面，当然不是每一餐都去饿肚子的，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在每1个礼拜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去有禁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也去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在贫穷状态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去体贴跟体会这些谦卑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大斋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这些的学习。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为什么在2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圣餐？因为疫情的影响。3月我们恢复了。那为什么一恢复开始，牧师要带这个紫色的圣带？是因为紫色代表的是悔改的意思。
所以也代表我们在这40天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在享受一切丰富的时候，也让我们纪念那些在困苦跟穷乏当中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一样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千万不要介意。各位知道这个以前公视有出一个影集叫做《做工的人》，浙江的人，听过这个影集对不对？这个在工地在建筑工地里面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做工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这个放工的时候，这个下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去这个一些的比如说这个放松的地方，比如酒店啊，会去那边去放松。然后这个大概对他们来说是很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有一天有个工头来上工的时候，他发现，为什么今天阿用没有来上班呢？他就问他的同事说，今天为什么阿用没有来上班？然后这个他的同事就跟他讲说，阿用去住院了。那这个工头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去住院了？我昨天明明看到他还在酒店跟小姐在那边跳舞啊，怎么会他去住院了呢？他说，因为他太太也看到了。听得懂意思啊？这个阿用他为什么会住院？因为他去酒店玩，这个是结果被他太太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试探，我们要很小心跟谨慎。当然，家里面能够有太太、有配偶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谨慎警醒，这是好的。同时，我们要感谢有一些人。如果假设你身边有一些人会劝告你，或者是有一些人会提醒你的时候，其实要感谢上帝。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人是好像在干扰你，或者是好像这些人在扫你的兴。其实有时候有些人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入了试探，免得我们进去在那样的一个不好的状态里。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宽大的心，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正，好让我们在行为上各方面能够更好。好，那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词。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4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经历过一个很惨痛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遇到停电。当然每个地方复电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时间突然间会发现什么都不能做了，包括手机也不能滑了，你电脑也不能用了，冰箱也快要坏掉了，因为里面东西都已经冰了，然后没有电，没有办法运作。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失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觉得这个很难受，或者是觉得真的是在干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可以试想，在40-50年前，其实我们也过这种叫做没有电，或者是缺乏一些东西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一样人是很快乐的。所以拥有不一定真正的快乐，失去也不一定是不好的。过去我们可能过的是简单的生活，但是现在太多了，所以多到变成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多到不会去觉得去珍惜它。所以这个作者他写了一个很好的话，他说到头来是一场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有而是无。他说什么？他说无忧无病无虑无灾无难，这个才是最好的。所以不一定拥有才是好，其实有时候无也是很好的。没有这些的困扰，没有这些的灾难，没有这些的痛苦，没有病痛，没有这些的忧虑，是更加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希望更多拥有，其实我们需要反而是另外的是减少，怎么样去过简单的生活。昨天有一个在光华夜市卖便当的一个弟兄来，然后找我，我们就谈起我们在过去小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好玩的东西包括这个小时候可能去挖地瓜或是包括去做一些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年轻孩子可能比较少会再去做的事情。但是那个会去一个珍惜，就是过去我们使用的这个地方很大，我们可以去种很多的东西，过去有很多的好玩的事情，是现代的人虽然拥有很多电子产品，但是是他们享受不到的。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拥有很多，反而是要去减掉或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基督徒，我们需要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刚刚提醒了
我们在大斋期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参加在天主教的一个灵修的场地里面，跟他们有一些接触。他们在这个场地里面，他们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他们当时学习在大斋期的时候，减低他的生活的需要的一些的东西，让他回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状态。所以其实不一定人生要拥有很多，其实有时候反而简单是更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过简单的生活，无忧无病无虑无灾无难，反而是让我们更看到无的一个可贵。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其实有跟今天的内容有很大的一个连结。那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这个叫做抢救信仰40天？各位，圣经里面常常提到40这个数字，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有一些的用意在的。各位知道，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在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在那里等了40天，对不对？各位知道还有谁是跟40有关系的，知道吗？摩西在山上跟上帝见面有40天的时间，对不对？还有如果一年顶一天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所以40对圣经当中有很多的40这个数字是有一个相关的用意，表示这个时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好，那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有4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是各位如果看圣经4卷福音书里面，只有2个地方对耶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比较详尽的。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1到11节，跟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这2段的经文是在描写耶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最详尽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可福音里面，但是马可福音讲的并不清楚，他只有说耶稣到旷野去受了试探之后，所以后面就开始事工了，所以后面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描述最详尽的就是这2卷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的试探。但是在这里面，各位会发现一个事情是，2个虽然都是一样，耶稣受试探，都是3种试探，但是里面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等一下我会稍微做一点解释，为什么会不太一样。但是各位，今天牧师要先破题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这3个试探是同一个试探，这3个试探是同一个试探。很多人以为说这3个试探不一样，一个是让石头变成饼，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到这个天上的地上的万国的荣华但第3个就是这个从殿顶上跳下去，好像这3个是分开的。各位，其实这3个东西是一样的。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它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在这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用不正当的方法，用不正确的一个手法要去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不正当的那个手段就是所谓的试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个先放在心里面。当你想要达到某一个目的，或是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虽然这个目的跟目标很好，但是中间的那个过程手段是不佳的，或是不好的，或者是便宜行事，以至于导致更大的问题的时候，那样的部分都是叫做在这个试探的过程的当中。好，那要请大家看一下，在圣经里面，不管是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同样的事情。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要去的，是谁带他去？是圣灵带他去。所以圣经里面通常我们会看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去做什么？去被魔鬼来试探。所以不是耶稣自己跑去受魔鬼试探，不是，是圣灵引导他被魔鬼来试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去被魔鬼来试探？这也提供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很多人在信仰上认为，你受洗之后，或是你信耶稣之后，叫做无灾无病、敬虔无事的度日，每一天都是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各位，其实并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会碰到病痛，信耶稣的人一样会碰到失业，信耶稣的人一样会碰到灾祸，信耶稣的人一样会碰到这些的问题。但是信耶稣的人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盼望，
他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因为明天我们要几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前往马祖去。各位，其实过去在外岛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我们有一个阿兵哥是在我在马祖的时候在那里受洗，但他信主受洗之后，他家里住淡水，然后他退伍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是在退伍前受洗的。他退伍回到家乡的时候，马上碰到一个事情，就是爸爸出车祸，然后哥哥在工作当中有失业的状况，然后不顺利，家里很多的不顺利，所以这些的压力让他觉得，我今天到底受洗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难道我受洗之后，为什么这些的问题更多的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个事情是：信耶稣不是代表你无灾无病，信耶稣不是代表你从此不再遇到任何的问题。信耶稣是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试探，就像今天耶稣在碰到试探的时候，他如何去胜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这边的地方，一起念一下，一起念来。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先讲一个前提是，耶稣在当时是饿了40天。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来说，食物当然对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说吃饭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但是也要让大家知道，在这里不是讲说吃饭不是一件吃饭不是错误的事情，吃饭是对的。当你饿的时候，你需要去吃东西，这是对的。但是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情是，如果你要达到你的希望或想要或是你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方式是不正当的手段，或是不正当的方法，或是不正当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魔鬼告诉耶稣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欲望，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权利。上帝的儿子，你有权利，你有权柄，可以透过你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来达成你想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它不是只是在考验吃饭的问题，它其实在考验原则性的问题。透过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是不是会去用不正当的或是不自然的方法去做，达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各位知道，在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叫做“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假志”。听过这个话吗？人如果没有按照天理的话，那么天理就不会按照甲子的运行。甲子就是有60年叫做一个甲子，就是一个自然的循环。所以古代人其实他们很会跟自然相处。为什么？因为60年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天地万物就会有一个重新的更新。可是各位知道，现在的更新已经不是60年就更新了，知道吗？现在的更新恐怕10年就更新一次了。各位，我们10年前才发生过88水灾，对不对？对，88水灾。然后20年前还发生过什么？921地震。所以现在很快10年，搞不好再过一段时间之后，5年就发生一个大的灾难。所以已经不再是叫做60年一个甲子的循环，而是什么？而是让我们看到随时都有可能我们的自然环境都改变。那个改变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越来越多了，以至于把环境，我们所在的环境自然都破坏了。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试探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大胆的去索取，去得取你想要的，用你的权利，用你的方式去拿到这个东西。各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在北竿那边有一个水库，在水库的旁边立过一个碑，那个碑是我们的以前的小蒋总统金国先生写的，那个碑叫做“人定胜天”呢，是人的一个期许。可是事实上，人真的能够胜天吗？很难。当你破坏了环境的自然规律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反而会反扑回来。所以求上帝怜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用这个话来回答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试探。他说：“
魔鬼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拿到你想要的。但是耶稣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在申命记8章第3节，这个上面有食物。如果现在肚子饿的时候，恐怕你看到也会很，好，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8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申命记8章3节，一起念来。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想要回到埃及去？因为他们在旷野的路上说，到埃及去有什么？有葱有蒜。到埃及去有什么？有肉可以吃。到埃及去有鱼可以吃，有尼罗河，哇，那个有水可以喝。我们为什么要到旷野里面来受苦，然后每天吃那个干干扁扁的玛纳？但是申命记8章第3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想要达到某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或是目标，但是当你不是用正确或是对的方式去获取的时候，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的需要，而是能够学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也能够过得快乐，也能够没有这样的一个太多的欲望，也是捆绑我们。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7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在被魔鬼带到山上去，看到所有世上万国的时候，一样的，魔鬼用同样的方式再试探一次。用什么方式？如果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了这样寻求快的方式，快速的解决，以至于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我们现在是一个讲求快速跟效率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快，但是这个是最快的方法。耶稣来就是要得着全世界，但是这是不是上帝要的方法，还是人所认为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的思考。那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就是曾经有一个人他要试试看说基督徒对圣经熟不熟，所以他在这个赖讯息里面就写下这句话，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结果放在所有的基督徒群体的时候，各位知道很多人在下面写阿们阿们啊，然后不是只有基督徒，是连牧师也写阿们。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是魔鬼的试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太多人对圣经是不了解的，以至于看到这个是出于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这几节阿们。可是你知道那是魔鬼的试探吗？耶稣在遇到这个试探，他说：魔鬼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要将这一切都赐给你。第7节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获得全世界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当你拜魔鬼的时候，这一切你都可以获得，你都可以得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这个方法是快的，是好的，但是当这个方法做完了之后，耶稣得着了全世界，但是全世界还是服在谁的权下？还是服在魔鬼的权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快的方式不一定是对的方式。各位，我相信我们荣光堂深受其害的就是我们有一块地，那一块地也曾经是有人希望用快的方式去获得收获、获得收益，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割地赔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地现在不见了，那个地方叫做微笑时代，我不晓得大家过去能不能笑得出来。割地赔款，我们不但是要那块地不见了，而且是要去还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款的。昨天会都来上课的时候，特别有把那个文件秀出来。这个
地原本是一个叫布伦纳的一个外国人，他写明说这块地的使用，他说我不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但是我相信卫理公会会善用这块土地。这是在60年前的一个老弟兄，一个外国老弟兄布伦纳写的一封信，交给当时的港台这个联谊会。那时候台湾没有联谊会，是香港跟台湾一起的联谊会。然后他写给台湾的这个教会说，因为卫理公会是最会做社会关怀活动的，所以我希望把这块地捐给教会，让教会可以来做社会关怀的使用。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块地不再是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在使用的时候，它的结果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在看到那块地的时候，不是叫大家一直要把这个罪恶感背在背上，不是，而是要警醒，快的方式不一定是对的方式。所以第8节，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试探？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在哪里。申命记第10章20节，我们来念一下申命记第10章20节，一起念来。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当然，在第7章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一节是说的最清楚的。他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然后要专靠他，就是单单的在他里面，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耶稣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用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专靠他，就是单单的依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出处。所以圣经上说，要侍奉你的上帝，专靠他，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耶稣的服事不是要求快的，不是要求很快速的达到某一个目标。当然，我们现在的人也都希望很快速的达到某一个目标，但是耶稣所做的不是不按照上帝的方式，而是按照上帝的方式去走。或许按照上帝的方式走会稍微辛苦，会稍微有困难，但是这个路是正确的路跟对的路，而不是因为透过拜了魔鬼之后所得到的好处。我们再来看第9节的地方，这是最后的一个试探。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在这边魔鬼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第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台湾庙很多，所以各位应该看过庙的那个殿顶上面都有那个那个凸出来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圣殿上面那个凸出来的地方，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面去，你把他跳下去。跳下去之后，如果你没有死的话，如果你可以平安的落地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在那里匍匐拜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那边施展你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希望要这样，我们都很希望说，哇，让人家看到，你看我的神保护我，所以你看我没有任何的灾病，或者甚至是如果我可以显出神迹的时候，哇，那多好，众人眼睛都望向我了，所有的人的这样目光都在我的身上，我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试探。当我们要刻意夸口自己，或是要去凸显说，你看我是上帝保护的，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特别保护我，或者是我们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看说，上帝你会不会保护我？这也是另外一个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魔鬼用的方法是还引经据典。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到第1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0到11节，一起念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没有觉得这一段话很熟？有没有？刚刚我们在读起应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一段？有没有？很冠冕堂皇，对不对？哇，你看也是照着上帝的话，这个是上帝的话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用的？并不是这样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魔鬼怎么样来回应这个耶稣怎么样回应魔鬼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的话，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好，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以故意的用这样的方式去试试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保护我。圣经里面只有一段话是可以试探上帝的，在圣经里面马拉基书里面说：“以此试试我是否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福于你。”所以只有11奉献是可以来试上帝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91篇原来的原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11节到12节，一起念一下11节12节，一起念来。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不要担心害怕你要去什么样的地方，不要担心你要走哪一条路，不要担心你要去的地方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如果正常的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上帝必然差派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说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上帝透过这样的话安慰他的百姓，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当他们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离开埃及要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个路上虽然不知道那个路是什么样的路，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一路上来保护你。但是这一段话并不是让以色列人拿来试探上帝用的。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以前有过这样的报道，曾经有人看到圣经里面说这个上帝让这个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个狮子不会去咬但以理，他也是一个信心的人，他说我有信心，我要跳下去，然后上帝必然保护我，让我不会被狮子来咬死。结果后来当他真的去动物园跳到狮子坑里面去的时候，他被狮子咬到快重伤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不是让我们去滥用它，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滥用圣经的时候，有可能你所解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状态。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无论我们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放心，不用害怕，因为上帝必然保护我们，他也要保护我们的脚不碰在石头上。但是这个话不是让我们拿来试探看上帝说，你是不是真的保护我，或者是试试看上帝说你有没有在路上跟我同在，用这个来试验上帝的。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6章16节，这是耶稣回给魔鬼的这个话，第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玛撒是什么样的地方？摩西在旷野当中，他们第一次经过到玛撒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用杖击打磐石，让磐石可以出水。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当场当中，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看到摩西很厉害，用这个杖打了石头，石头就出水了。他们看到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他们觉得哇，摩西真的是我们可以信赖的领袖。但是当第二次他们又绕回到，因为在旷野40年，一定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第二次当他们又回到玛撒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用口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做了一个动作，他用杖击打磐石第二次，所以以至于让所有的这个人喝了饱足，但是摩西却不能够进迦南地，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用口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是用杖再去击打磐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说这有什么样的差别？第一次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上帝透过摩西的作为，让摩西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他的权柄，他是带领者，他有这个权柄。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上帝给摩西这样的命令是什么？不要让人再看到摩西，你们要看到在上帝的手中，你们是可以够用的。但是摩西用同样的方式，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让磐石可以出水，一样可以出水，但是却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
你在路上，你试探上帝，上帝是不是与我同在 ？OK， 也许可能你路上一路同行，上帝与你同在没有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摩西透过他的杖去击打磐石，第一次人看到他是有权柄的人，他有上帝的 power 在他身上。但是第二次，上帝说你要把荣耀归给我，不是你摩西做的，是上帝做的。但是当摩西第二次还是一样用杖击打的时候，这就不是上帝的旨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快的事情或是能够快速达到你的目的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4章13节最后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弟兄姐妹，暂时离开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子，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的。暂时离开耶稣表示什么？他只是暂时的不去碰耶稣，但是不是代表他就没事了。各位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继续的受同样的试探。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下面的众人在喊着说什么？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试探还是继续在延续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比耶稣好到哪里去。圣经上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其实我们每一天也都要经历这样的试探，是不是用对的方式去做上帝的事，还是用快速的方式？也许我们打着旗号说我要为教会，我要为着信仰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对的事情，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像刚刚有提到了我们的那一块割地赔款的事情，很多做这个事情的人也认为我们是为教会好，我们是为了上帝的旨意去做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好或是对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调整我们在信仰上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遇到试探每个人都会，但是不要害怕。圣经上说要刚强大大的壮胆，求上帝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不害怕。那怎么样不害怕？第一个，胜过试探的力量从哪里来？从上帝来啊！所以诗篇121篇的第2节，这里提到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试探试炼的时候，你的帮助从哪里来？记得这一句话，圣经上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靠主坚定，我们在患难之日多胆怯，力量就微小。这是在箴言里面24章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求主给我们坚定的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不要担心跟害怕，靠主来得胜。所以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这在耶利米书17章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刚强。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很刚强，其实牧师也有软弱的时候。我常常讲说，有时候骑车在路上看到两边没有车的时候，我这边红灯，其实我也很想闯过去的。并不是我就不想，也很想省那个时间呢。但是省那个时间是不是对的，需要去学习了解是不是对的。第二个，胜过试探的信心使我们平静安稳。所以箴言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3章24节他说，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所以不用晚上睡不着，晚上求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睡得很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7句话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在睡觉前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明天能不能看得到太阳，但是我相信你与我同在。所以潘霍华这样说，他说，只有信的人才能顺服，只有顺服的人才能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挑战，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顺服的人才能信，信的人才能顺服。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信才能够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那接受上帝带领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7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相信，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虽然慢，但是是对的路，就应当照这样来行。第三个，
胜过试探的确据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最漆黑的路也是神陪我们走过。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害怕，不要觉得说，我要试试看上帝是不是与我同行，不必要。当我们在黑暗走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陪我们走过那样的黑暗的。所以圣经的话不是拿来让我们去试试看上帝的话是不是真的，而是凭信心相信上帝是与我们同行的。所以罗马书5章3到4节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了盼望。因为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老练的信心跟盼望，让我们能够持续跟坚持的下去。所以在患难中，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帮助我们，不但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成长。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正的益处，这个是尼托生弟兄他的一个诗歌里面的一个话。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以赛亚书26章3节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但是不是拿来试探上帝说是不是你这样就是才叫做保护我，并不是这样，不是像魔鬼试探耶稣的那个做法，说用上帝的话来试试看，而是凭信心相信我走的路，上帝都必然保护我。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看到你的引领。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凭信心相信。愿你施恩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信的里面有顺服，在顺服的当中来显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句背诵哈是在路加福音4章8节，我们来读2次。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路加福音4章8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路加福音4章8节。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只要唱第一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因为乃主自己为我设立。主亲手我生命，主亲自你成为，我是何者并备，与主合一。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预备要来领受圣餐。2月份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因为我们2月份的时候正是疫情又恢复的时候。感谢主，让我们的疫情没有严重，能够尽快的恢复，所以我们3月份我们可以重新的来领圣餐。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这是卫理公会的传统。其实过去早期的教会是只要做礼拜就要领圣餐，表示主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说凭着信心，有时候信心也会软弱的。今年的年议会选举有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包括有些人当选，有些人没有当选，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因为我不用愁，因为20年来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个官。但是我很感谢上帝，是我虽然没有官，但是我的话安慰了有一个本来觉得他自己要当官的人，他得了安慰，因为我告诉他说，某某牧师，
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没有关。那么我们好好的回来牧会，让教会能够更好。或许有所得，但是也必然有所失。或许你有所失，然而必然也会有所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的相信上帝的带领。虽然一切都没有，但是也许什么都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路跟人的路是不一样的。人以为我要拥有什么才会是被人尊敬的，其实最好的尊敬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头衔，或者是你的名利，或是学历，或是财富，而是人喜欢跟你这个人相处在一起，那才是最美好的。如果今天我们拥有很大的头衔，但是没有人要跟我们在一起，那是一个很亏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人贴近的人。上次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过，基督徒要学会做人，我们要学会做人，因为我们在人的群体当中，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要让我们变成超人，基督徒不是超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贴近人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贴近别人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领圣餐，那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在后面的地方或是我们的这个同工会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来喷上酒精来消毒，让我们可以能够有安全的状态能够来领。因为还是疫情期间了虽然已经比较降，我们还是要谨慎的使用。那我们一样我们的执事同工会发下去给大家。那等一下就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过去是在哪一个教会，那或者是我们过去在哪里聚会，或是我们是哪一个族群，只要你现在在我们高雄荣光堂，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的话，请听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
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分餐的同工到台前来。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欢迎你能够一起跟我们领受圣餐。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可以领受圣餐，那我们就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很迅速的来帮各位来喷上酒精，之后我们就将饼杯放到各位的手上。手套就不用戴，就直接这样放就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凭信心来等候。那我们已经喷上酒精之后，我们就预备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就可以坐下来哈。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拿到饼杯就请站立着，让我们的同工可以把饼杯送到你的身旁。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办法领受饼杯的也没有关系，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求主怜悯，让我们都可以在灵里面也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那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坐下来，让我们预备心，等一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坐下来，让我们的同工可以继续再发给其他的人。我们可以坐下之后耐心等候，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时刻，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透过他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能够得着罪得赦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没有还没有拿到的弟兄姐妹请招个手一下，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话，我们的同工会给你。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拿到饼杯的话，那让我们就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我们一起打开来使用。但是记得那个口罩要拿下来，要不然吃不到啊。这个不好意思，牧师的比较大片，我的饼比较大片。吃完之后，我们还是一样把口罩戴上来哈，让我们还是一样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状态。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用这个求恩文来祷告、念经、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边。回应里，让我们一起来唱，与主合一，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2段。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也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间也让我们能够甘心愿意的将你赐给我们的奉献一部分用在主的圣工上，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神歌》。Oh
蔡经理，我们先介绍一位我们新朋友方正全先生，弟兄，欢迎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啊！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第2遍的时候，我们就拱手问安。请大家回座哈，我们请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报告一下教会的事工还有肢体消息。那我们简单的把几件事情向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是大斋期的第1个主日，那欢迎实体及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然后今天会后就是崇拜之后呢，有小组长的训练，还有同工小组长跟同工的训练会，还有在1点半之后呢，有3月份的执事会，请相关的同工们留步参加，他们应该是在6楼了是吧？那另外第4项就是马祖探宣的部分。就是明天了，所以我们希望也是为这个马祖探宣来祷告，特别是我们希望说是如果有感动的，可以为马祖的2个教会来奉献，或者是不管是物质或者金钱。那另外就是重组结束后，我们在201教室就是12点半了哈，我们会有最后的一次的行前会议，请参与的这个坛员们可以来参加哈。然后教会将预备在3月16号开始，周3的晚上要开的是卫斯理传奇这个就是请弟兄姐妹可以报名。那我们也有升大学，还有高中的考生，大学是真优，还有瑞恒。国人，高中是训生，我们为他们能够进一步的进大学和高中来祷告。然后在成组的部分，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有4堂课那4堂课基本上3堂课都是在2楼，那另外就是音乐赏析的部分，这个课程今天是要在3楼的。所以是参加这一堂课的，请留在圆桌就可以了哈，就不要移动了。
另外，肢体消息的部分呢，请弟兄姐妹参阅并带到。牧师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义颂。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保守我们的探宣队出入得平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跟忧伤的弟兄姐妹，可以欢迎到台前，牧师为你们祷告。